为迎接端午节到来，南区公所联合伫昆生里活动中心办理重情重义、粒粒传温情关怀独居长辈活动，结合志工朋友、公所的同仁、甲社区民众做伙包粽吹粽，最后将这充满爱心与美味的肉粽送到公所热切关怀弱势独居长辈厝内，温暖了因长久孤单的心房。阮含社区吼。志工做伙把碗肉粽，摕过来要互你食，祝你端午节快乐。过去以来，我们一直对于辖区的独居老人，在端午节的前夕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关怀活动。那今年我们不一样的是说，我们结合辖区的这些志工妈妈们，一起把这个粽子，把爱心粽把它包结起来。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怀活动，把爱散播出去，让整个端午节能够更有浓浓的一个节意。那也透过这样子一个活动，对代表市长，然后对我们辖区这些独居老人多一份关怀的一个心意。南区公所重情重义、粒粒传温情活动，除了是希望达到弱势关怀用意，另外一项目的也是希望会当透过活动，将端午包粽的传统甲技术会当传承落去。会觉得包粽子很难的，很难。也会有一点难，有点难啊。对啊，主要是炒料，那也比较困难啊。炒料，这种包粽子不太容易哦。我看对，可能包了2次。而且包起来都不太像，但是虽然不太像，但是里面充满满满的爱意。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年特别要一起包，跟社区的志工妈妈们一起包粽子，然后把这个浓情的粽意传达给我们所有的独居老人，给他们多一份关怀的心意。我们的里面各族，他们来这里包粽子的活动，活动就是要一个传承，给那个年轻人不会包粽子的来这里学习我们那个老前辈的包粽子的活动，所以我们一再都给社区的青年一个学习的经验。议员罗坤和甲蔡淑慧也专工前来拔粽现场致意，并感谢区长甲里长的用心，互咱区的弱势长辈拢会当感觉到节庆的气氛。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